乡亲啊，经过这个5日节4天的连假，嘛拢会真热哦。这阵啊是热到规个台湾，袂输是咧航寒期同款。台北昨下晡的2点4分，标出着38°C的高温，是6月份第2高温的记录。卫福部的统计，6月到23号为止，已经有443个人因为热伤害来送病院。今仔日全台湾有12个县区，也是高温炎热的天气。台北甲花莲、中国嘛是称到破38度。乡亲一定要加啉一寡茶水。早起的10点到下晡的4点，这段日头上美的时间，上好是莫出门。 不管是穿破裤拍到伤，还是去创水味，遮多个日头伫网友身躯顶，拢留一大一大的雨。台北日昨出现38°C的温度，这是6月份有史以来第2高温。听讲说来会更较热。在整个北部地区、东半部还有南投、云林这些地方，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。那甚至在大台北盆地跟花莲盆地、花莲纵谷这些区域，还是有机会出现更高的，甚至不排除37、38度以上的高温。 气象局提醒讲，5日节连续假期拢是真热的天气，敢若6月份到昨为止，全台湾都443人。 因为热造成伤害，被人送去病院。提醒乡亲，若伫室外做事，一定要穿呢比较较凉的所在。若伫室外运动，尽量撇开早起10点到下晡4点的时间。若伫室外运动，每半点钟爱啉300cc 的水。衫裤上好是穿较凉的。 选一般的防晒乳液，那系数可以选大概25到30左右。那 UVA 的保护是2个加到3个加，这样比较适当。那如果说到户外的时间比较久或需要运动的话，就要选防水性比较好的。另外，若讲厝内较翕热，应该开电风还是冷气都爱开，唔通伤欠。特别是老大人，血液循环无好，对温度较无遐敏感，这要特别注意。